MIC 建築響牆身封印下嘅空間革命，浴室終極改造。今次嘅設計單位約380平方尺，係一家3口居住。戶主要求唔好太多直線直角，要多弧形，自然舒適，少量輕車感。入口玄關嘅位置，今次會做咗弧形木紋飾面假天花，同時大門旁邊嘅高身儲物櫃，整體貼上木紋飾面統一設計元素，呈現出簡約時尚嘅現代風格。而高身儲物櫃咧，着重於空間嘅設計美學，吊櫃利用流線型嘅設計，以白色櫃門配木紋飾面，加上少量嘅香檳金鋼作點綴，令到色調溫和同帶出細膩嘅層次感。嚟到大廳，電視櫃側邊以內弧造型取代原有櫃側，配上特色嘅壁燈做點綴。電視機背以一幅過嘅白色雲石面做修飾，簡單得嚟又有氣派。由於睡房櫃同電視櫃深度不一，所以就用咗弧形線條嚟連結兩組家私。除咗唔同嘅弧形造型之外，睡房隱藏門刻上黑色弧線條，簡約嘅線條帶出立體感。兩房佈局咧會設計倚靠窗邊，再以雙面衣櫃分隔。梳化旁嘅細房做咗黑色鋼框，配上青玻璃，令到光線帶進客廳。而細房內咧並且配設有窗簾，拉上窗簾嘅時候有私隱空間。衣櫃運用淺米色作門板，加上黑鋼手抽，增添咗一絲嘅對比同埋精緻感。大房咧就以淺色調為主，床背咧有一幅嘅以淺粉紅色做主軸嘅牆畫，增添咗一點柔和嘅藝術感。其餘牆身配合翻木紋質感，營造自然溫暖嘅感覺。床側設有書台，可以放一啲化妝品同其他小物件，適合簡單工作。而旁邊嘅全高衣櫃設計簡潔，同整體風格一致，舒適又實用。洗手間呢度將原有門位縮細，改為內趟門嘅設計，令通道寬敞。而線型嘅洗手盆櫃可以增加儲物量及台面空間。櫃底改咗做離地，方便戶主收納拖地桶或者污衣籃。鏡櫃位置做黑鋼圍邊同埋滲光，旁邊加咗吊燈襯托，帶有現代感之外，同時配有足夠嘅儲物空間。因應座廁至中嘅佈局，企缸內衍生出嚟嘅枕頭位可放置沐浴用品。企缸內新增嘅弧形座位又可以遮蓋後位，實用而美觀。廚房同樣將原有嘅門位縮小，並改為內趟門嘅設計，簡約嘅灰色櫥櫃同白色台面，加上 U 型地櫃，充分利用咗空間。灰色大理石紋瓷磚同廚房嘅整體色調互相配合，相得益彰。好啦，今次嘅設計分享去到呢度啦，我哋仲有好多唔同風格同空間規劃嘅作品，大家可以去我哋 Facebook 同 YouTube 睇下㗎，多謝。